洪水橋咧產業園咧嘅地理位置非常之優越啦，今次撥款咧係推動北部都會區產業發展嘅重要嘅一步，咁我係表示支持嘅。咁同時一個關注頭先提到啦，洪水橋產業園公司啦，日後可能嗰啲資金咧都會有市場嘅資本去一齊去到融資去到俾佢哋用啦，唔係單單自己100億啦，期望係可以有咁嘅做法。咁我想睇下咧，政府有冇會長遠會定一啲嘅 KPI 啦，點樣去佢融資係比例幾多呢？未來係會入邊有幾多融資要求佢做到呢？希望咧你可以清晰，頭先聽過未來嘅 CEO 啦，會清晰去釐定啦。希望呢方面可以清晰釐定交代翻俾公眾啦。咁因為先會更加好嘅，相信嗰100億係遠遠唔夠。咁第二樣嘢呢，就係產業園咧運作之後呢，亦都要較大資源咧去調整個彈性嘅。政府如何確保咧公司喺調整預算嗰陣呢，仍然可以吸引到高增值嘅一啲產業咧可以落戶到，從而亦都控制到咧個成本咧，達到個預期嘅目標。無論如果一旦咧可能建築成本超支啦，或者企業落戶進度落後咧，各方咧會有咩機制會處理呢？唔該晒，主席。喺繼續睇落去之前，阿銘想請未讚好呢個專業嘅朋友仔去撳翻個讚好掣，而睇緊 YouTube 嘅你，亦希望你可以撳個訂閱掣後，再撳埋個鐘仔。咁有最新嘅政策同社會資訊，你就會第一時間收到啦。議員第一個問題就關心嗰個KPI 啦，即係嗰個績效指標啦咁樣。咁呢個我哋都覺得咧，產業園公司啦，尤其是第時嗰個行政總裁咧，都係要為自己咧嗰個公司嗰個表現咧定下呢啲咁嘅即係指標嘅。咁我諗指標有好多種類型啦，譬如即係如果舉一啲例子，譬如佢去到咩時間係可以吸引到幾多企業落戶嘅咁樣，係佔用咗即係成個園區幾多樓面啊，同埋頭先即係大家都有關心啦，就係即係嗰個產業園公司嗰個即係財務嗰個狀況啦，會唔會即係我哋都定一個時間就係佢都要自己係可以做到咧個營運資金咧係即係收支平衡嘅咁樣。咁呢個我哋都會喺第時同董事局啦，同埋即係行政總裁咧就會去有個討論嘅。咁至於議員第二個問題啦，即係點樣去吸引一啲高增值嘅產業啊？點樣控制好嗰個成本啊？呢個我估我哋一開始咧都會期望咧就係產業園公司咧就有咗政府俾佢嗰23公頃嘅地。如果今日委員係通過呢100億嘅話，有咗呢啲咁嘅資金咧，都善用咧呢一個土地嘅資源同埋呢一個即係財政嘅資源咧，去做好佢嘅工作啦。其實我哋而家覺得就係即係好似頭先咁講，就即係首先要開始咧就定咗嗰個發展方向。我哋主力係去呢個產業園區係做一啲咩吸引邊一類型嘅企業啊、咩行業啊咁樣。咁就希望咧就有咗一個清晰嘅工作方向咧，就佢哋行政總裁同埋佢哋嘅團隊咧就可以咧即係積極啲去內地好，去我哋東南亞其他地方好，咁去吸引呢一啲真係符合頭先所講係一啲即係高增值嘅企業咧，就可以咧落戶到呢個洪水橋啦咁嚇。